高雄的果菜市场，日头早滚，风台要来，民众是抢买菜。摊商讲，菜价平均起2成。若云林西里果菜市场，每公斤平均的挂价是38块2，比顶礼拜起15%。这大买线喊走去后一单继续买，到所在风台就伫买来啊！日头早伫咧全台湾各地传统市场，人是坐甲叉，免将穿好满，赶伫咧风雨来进前出门买菜。价钱都贵啊，无风台就价钱就贵，风台较贵。有人买物件拢是买贵地，单位的头家嘛拖着一拖拉货车来进货，因为风台关系，伫民众以及心理因素的影响之下，菜价是酷起。水菜的部分大幅都有往上跳，跳的价钱大概都还蛮多的哦，一件的水菜都几乎破千这样，和高丽菜的部分大概110到130，现在台风后180，一斤180。参像云林西里果菜市场，今仔日平均挂价每1公斤38块2，比顶礼拜是起15%，其中叶菜类是起3成，尤其是小白菜、汤丝野菜、洋菜甲油菜是起上济。未少的家庭主妇就怨叹讲，每一遍风台就压不来，菜价就升起。也过嘛有人感觉其实这差无介济。菜价有比较还好吧？相信这几天有来到传统市场买菜的民众都会很有感，因为菜价真的比较贵一点点哦，就是因为台风天的关系。但假如说你不想要买贵桑桑的青菜的话，其实您还有其他选择。龙眼一只39块，哎，台湾大降价。红龙果10块，你觉得有贵吗？它原本是卖多少？3颗50。肉梨原本卖49.59，现在29。想要省钱的看过来，那大降价继续直接对半台，唔惊你买，只惊你唔来买。台风来降价的抢收啊！苦的是农民呐，不是我们呐。无想要买贵桑桑的青菜，不如换一个口味，顺线省钱。要唔过，就爱记咧，买偌济就食偌济，较袂浪费食材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